最基本係開心，因為我哋一路做緊佛誕嗰件事，我用一個方式就係分享，將開心用食物、用蔬食呢樣嘢去分享俾社會大眾，但係當中設計或者當中去煮食嘅時候，一定會加咗好多嘅愛心啦，或者係細心啦。而因為我哋最重要就係希望俾到人哋嘅時候，係嗰樣嘢係真係喺當刻嘅係最好。以我嚟講，我就希望我自己呢一盞小小嘅心燈可以承傳出去俾人哋，照亮到人哋心裏邊嗰個光咯。咁而令到人哋都將佢哋自己嘅心燈可以傳出去，咁可以一路延續落去。可能就已經準備咗好多活動俾你啦，好多唔同嘅有浴佛啊，有好多尤其有小朋友有好好玩嗰啲兒童天地喺度玩嗰啲彈彈床啊，咁仲有其他素食啊，咁其實嚟到咧係好開心嘅，係啦，咁個個都好開心咁樣嚟，又好開心咁樣走嘅。5月24日維園佛誕嘉年華見。5月24日維園佛誕嘉年華見。5月24日維園佛誕嘉年華見。